注意者，第一个100年，为什么会当奠定低个100年的基础？你唔知有听过师傅咧办道的精神？你东北迄个所在是白骹咧，穿包仔的咧，行伫迄水内底，唔敢啉水咧，为什么你知无？行去共借便所，摕一粒乌乌土。迄少年人讲，都摕馒头，馒头滚软的呢。迄馒头肯定是会爱的呢，甜的，唔敢啉水。行咯，毋是即摆咱坐车。迄一工师你讲伊安尼去上海所在咧，迄个开烧气，尾仔佫穿2身，佫会寒。师傅行你迄安尼，你敢袂寒？去甲人个所在，看人咧食饭，水煎的，毋敢入面。你知为什么？咱人食饱，惊去食着人个饭，人迄生活艰苦。咱人食饱才入面，碗边仔收好，才入去迄个所在，甲鼓励、甲宣传。需要你食饱无？食饱。一代圣人，拢是牺牲自己。伊无伫咧，伊众生的所在，摕到好处，家己享受，安尼成就无？你知影咱的前辈者，就是因为安尼成就，因就是看到咱的老师、咱的师长，因的牺牲奉献，因才敢为道牺牲，因才会当有迄个动力来到台湾探机探险。第一个100年是因为安尼来，最正的，即阵是第一个100年的最后，伫咱这个年纪的稻青，这个年纪的人才，要跨越第二个100年，各位请示，第二个100年的候选，要咱看咱这个时代者，咱看老师的办道方式，咱看前辈者的办道方式，所以讲咱发心。但是咱离老师已经遐尼远啊，咱看到前辈，但是第二个100年，伊无法度看到老师，嘛无法度看到前辈呢。伊要看啥物人？来看咱。所以老师伊就是伊，咱知影伊几岁转去。要足孝的，你知为什么会转去？因为他众生，你知有偌艰苦，你知看到迄个肉体嘛是共款安尼办道的，伊离开咱对不对？伊有离开咱无？伊时时刻刻伫咱的身边，伊还佫担心咱呢，佫甲咱斗担念呢。希望咱啊有始有终，希望咱啊佫较团结呢。咱拄着的困难，伊拢互咱过关；咱拄着的障碍，伊拢甲咱排解。最正，咱啊更加努力。咱才有法度报答着天父师父，最正，老师无就对咱，伊对咱的期盼，对咱的疼惜，1分1秒都无减。最正的，咱好努力，将心放下，求老师慈悲，甲咱加持，互咱有搁较大的念头，互咱对道的心会当印入咱的心。互咱对未来要搁行的力量搁较强大，会当行搁较远的路，行到最后，咱收到等于离天的所在。听我的老师对咱的囝，对咱的期盼，输多钱？
勇敢，勇敢，再勇敢，好不好？好。咱应该按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勇敢向前，向前，再向前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热烈的掌声，感谢我们蓝天在这里为我们表演，还有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也期盼各位学姐，我们今后对高文要更加的发心，也才不会误入他们的鼓励与指导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谢老师也已经来了，我们就接下来就是我们谢老师给我们慈悲开示的如意的课程。最后祝我们南新单位民乐家园身体健康，我们高屋的圆满，希望在另外天选班会的一个道场去做一个表演与鼓励，所以我们欢送他们，感谢他们的慈悲，谢谢。